经典的艺术家，经典的作品，经典的电视呈现，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。欢迎您收看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，我是张芳。1992年，为了纪念上海粤剧改革50周年，由上海市文化局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、上海粤剧院等5家单位联合举办了上海粤剧改革50周年学术研讨暨展演。活动从11月25日开始，为期6天。来自各行各业喜爱粤剧的人士参与了纪念演出、学术研讨、剧目展演等活动，再一次深入地感受到了粤剧的艺术魅力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25日晚的开幕式演出中，7代粤剧演员同堂欢聚，表演了粤剧各时期各流派13个代表性剧目片段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和赞誉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就将和大家一起重温当时的精彩演出。真些是作孽了，人家呢有的好5人接天，我呢有的还有人接天，就是生这3个儿子，爱头爱脑，不成大器，讨尽2房心路啊！一个叫早时出版，一个叫轮台读过，一日到夜叽叽喳喳，相互不离。独在一眼不灵，还想做当国人。哎呀，真弄得我头昏脑胀，走投无路。现在啊，我只有3子10宝宝身上当顺个，能讨进一房聪明伶俐的心。听人家来的话，武士门里有个张普通的阿儿叫张九金。肚子高，相貌好，要是能做我第3房媳妇，那么我3不满天地，可以把里面张师傅来动吧？张师傅张师傅来动吧？外头啥人啊？是我。我没有光神，我没有责任，这个都有名字，哪个没名字啊？哎呦，你便宜别淘气的。那我的名字要用顺口顺容来的啦。啊，那侬讲来我听听看。跟侬听懂啊？1斗半，2斗半，3斗剩4斗半。我是连名连姓在说半，叫侬姑娘自家说。我是啥人电话是吧？侬哪个晓得不叫？我毛闪闪的呀。哎呦，一定是九斤姑娘同在。里面的姑娘，侬叫啥个名字啊？我的名字还要说我。哦，你讲来我试试看。给我听啦。啊。
到我屋里想去苦洞去。哎呀，侬来不着来？哦，俺爹出去做泡香生意去了。哦，那么侬也回来，侬同伊讲，侬叫讲12老爹王来过在，叫伊到我10个屋里苦洞去啊。搿好个，12天王，侬个屋里来了何里呢？哦，我个屋里呀，搿倒听懂啊。出了一座胡氏门，3眼龙门不一阵，前面有点闹盈盈，后面有些浪清清。再过一座来过门，门前2个关门人，一是烈药烈那黄泥灯，17、18把吊走到头顶，无数出在当头精神，天好像打着滚热，你非要饭来吃呀，你非要面上困，就是我这家个关门人啊！我晓得嘞。侬晓得啥？讲拨我听听看。3眼龙门嘛，算是一顶3眼石桥呀。这个。前面老阴阴嘛，算是读书个书房。不错。冷清清嘛是祠堂。对个。来过的嘛，算是一座圆圆的圆洞门。门口2个关门人，算是那门口有2只钟来树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侬到我屋里来过啊？来是没来过，毛彩彩的呀。哎呦，这姑娘做的倒是有时好的，不知相貌好不好？秀金姑娘，那么我现在侬也来，叫伊早一点到我屋里来吃便中饭啊！哎呀，12天王，干嘛到俺屋里来坐去去啊？不着急。点心吃点去。不吃。点心不吃嘛，早也吃饭去。不要客气。干侬点心不吃，早也不吃，我不客气，不送侬了啊！哎呀，这姑娘倒有些调皮的，明发开叫我坐去点心吃之前，不错，等张苦东来啊，我这么个亲事一定要得以成功。你看了外面牙齿，你说你知道，让我委屈。你不能害我。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不去杀他，你要去寻死命我脑拆掉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委屈。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就说动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再生生你讲道，让我委屈。都是为了了呀，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你们还不来抢我为不讲好，讲道，让我委屈。哎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才是生长山呀一处宽，将兄打到我不为做。讲道我姥姥从小父母上堂苦，先靠兄嫂抚养我，都只为少年夫财难耕种。我只得深山人儿当老夫，常言道论资30人家年，因此让巴肚老拉没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
风波。王花闺女多多少，你心肠我苦命寡妇恰为呀。姥姥做事太苦，事到今日我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劳，以为寡母倒不出。他是你收尽家钱人中儿，世人快结绝在我，家贫夫妻难守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我自己愿意脱命了子。他万生一为家里万杂物，二为小说讨媳妇。我花去彩礼8日钱，家门前外不算数。80钱，是8日钱，你还不知道？江涛不足成，你讨我8日钱钱是从哪里来？每日里翻山越岭去赴汤，风采露梭落我西翻人的10年心胸花人归，今生我想再把期望配，我是娶妻不仁犯妻账，害我的一股江道配。听他一番心
下了一身债，我恨那子冤婆婆，不应该反将老路你责归，只见他又是内，他又是回头如一旁打了呆，大叫我要死不能死，要归于夫家归，要闹又不能闹，要陪与夫前辈，这真是我最也难耐，我累也难能，最太娘难我真我好命苦，我好命哭妹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沈琼儿身体倒是要紧我，你喝点茶吧。那你咋是玩玩你？咋？哦，咋不要紧，只要不怕吃苦，咋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江陵扫开火牢笼，心底酸凉成苦楚，自了桑桑情郎。
将10年的心血心烧光。随风华丽，心悲怆。为谁往日泪暗淌？杨武林中托心房，10年从头闭关望，用心用眼苦思了到死情，病根留在他心头上，于是梦初临阵风，心中丝丝冰封石坎上，今生万事无所惧，必盼平原早安康。眼见着老兵兵号转堂，风雨谁忙？谁知谁又求荣华有的王。我好恨死人，眼见将人杀。我好冤不灵般了心肠。死于电光更艰难，病于贼的城楼。
心心连动的，不叫你沿路你遭受流化为
锁定了子弟。
万岁与太后幸运的皇后，必定是品德齐备、艺若东方之贵人。我们不必猜疑，好好侍奉即是。是。后生何子就见真宫娘娘。皇后尚未到此，怎么文武百官到内宫朝拜娘娘？要朝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在哪里？娘娘在哪里？皇后在此，娘娘在此。自痛啊！把鸟戏马，红王身，还有一只银车。杨公主回皇儿，不多比家身所头呀！万岁！哎，妻，万岁！朕妻实在不归皇朝，请万岁收回成命。这巧为何啊？万岁！君恩高堂，永来往。真乃是千世鸟枪一公王。我一人不记男儿真堂上是一无走出，一晃荡不滚起笑，里来的万岁里无装，里来的万岁里无装。千孙光心胸，还有名利自珍重。万岁呀！皇后应贤贵子荣。希望代君共混多，民间富贵上一起。查证有心公私中。出身穷乡家贫穷，人错寡臣，恩爱民众。我身为公民为地间，不忘不求尽所有。万岁呀！我生来做皇儿，心惶恐。
万岁！请寡人负爱卿等王儿之所。万岁！大计何国应要言，半日乱走起风烟，亲不见吕后尊权奉亲送，吕彩吕罗臣去见，亲不见恨亲世俗一片片，当今非愿有应见，几多少生灵涂炭离天舞，此时二公故小见，几多少英武君王赢天下，乾坤顿松在于他边，这王后非是寡人随意家里私言情，不论思量下，宣听你是为他害谁的求无言。怎么样啊？这个真情，暂且全当了吧。全当也好，全当也好啊！在此次纪念演出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老艺术家们甘当绿叶，把更多的演出实践机会提供给了正在崛起中的中青年演员们。而这批优秀的后起之秀，在舞台表演中也展示出了扎实的唱腔功底和良好的艺术素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还会继续和您一同欣赏这次演出中的精彩片段。
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。当然，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，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经典的艺术家，经典的作品，经典的电视呈现，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。欢迎您收看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，我是张芳。粤剧发源于浙江嵊县，在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中，上海这个大都市为其提供了开花结果的土壤。1942年10月，粤剧皇后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，带领大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粤剧改革。此次改革在粤剧剧目、唱腔、曲调等方面进行了创新，为粤剧界培养了一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、导、演、音、美等方面的年轻人才。1992年，正当迎来粤剧改革50周年之际，上海粤剧院、静安粤剧团、虹口粤剧团等受邀参与了专场的纪念演出。当晚，演员们共展示了粤剧各时期、各流派13个代表性剧目片段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将为您播放这次演出中的精彩片段。你莫应慈悲，老僧送你长居隐士，并无作故。愿你早日得过未来，随我而成亲。再不得过，要知道有家三思不早，当应女婿。长孙，你随我随主，还要这一杯吧？母娘，吩咐逃出时候送张先生大马，我小姐先回去了。可天色不早，你们分明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眼神。为娘在厨上等你。你去不能
得意，冤情正中到我去，此一去花开同是人是算到千金天，皇城一路年一朝，一点上桥岂要子，你虽要一层玉叶无小姐，我这里情罗有心定须记，你恰是金榜无名死不归呀，今要自由当君记，得还回来我要去，得还回来我陪去请小姐等错。上生，李先生啊，你先等错吧，李先生啊，你先等啊。小姐，老夫人替你等错。儿啊，此事一次话很错吧？等错吧？江边神雀烦恼天雄鹰，他往哪里去了？四位三子一边我连
到了多金口，小姐呀，你是此也得世上月，找得关键在心头。夫君在意二百句，上水发抖菊花柳，琳琅啊，你我手向着光白驹，难配夫妻到花头。小姐呀，旧人归白万月泪，我与你为人夫妻永分手，夫君连衣三百句，无空具体心三头，琳琅啊，可恨老天无理由，善良之人不报冤。
情分明。萍水相望，结在灰烨，夫妻相爱两年整，我盼他每夜里哭到王魁上京把事听，我也成功王魁同到神仙把事明，谁指望生死无果与他同，谁知晓此生之年薄。就忘了本，他尽管定期再去做新儿人，200两银子一发。天福禄，在地府啊门，死者等头心者三公分。长生是真意思，差银与我归隐把冤生啊！地彩的魂灵。这阵与我这阵，黑人呀，我总是往前也快。
怎么？我可说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啊！我明白了，如今王奎逼不得已然，他是天子的门生，又是丞相的女婿，你们是怕不光杀他。
比挑夫为妻马上。
陈草，陈草，哎，是谁在叫我啊？哎呀，是我家大老爷在叫你呀、是大老爷呀、大老爷，你在哪里呀？我才同你说话。啊，大老爷是在洞里呀、那你快追出来同我说话吧。哎，我才叫你同你说话，来下桥，下桥。哎呀，大老爷，你守着轿子是去烧香呢，哎，还是去快点？哎呀，本老爷哪里还有这样好的兴趣哦？你害得我气也脱了，理也没有了啊！这样，姐姐，你是到哪里去？我与你一同去往相府，当面询问小姐，现在听可是相府的姑爷呀、陈草，你的绣婆掉下来了。大老爷，你是不相信我的话了？不，凡事需要小心谨慎为题呀。这样说来，你到这了去？当真要去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，请陈草打路啊！好，那你就去吧。哈哈哈！陈草啊，到相府不是就这条路的呀？大老爷，你走你的洋快堂，我走我的土木桥，我与你井水不犯河水，两不相关。啊，我还要到市中送银子去，是不明白啊？陈草啊，那，公道之上是女神的情，怎么这事情与你无关啊？不是要送银子去吗？哦，好，那么这样吧，市中的银子，本老爷派人送去，好吗？啊？好，哎，好。去吧。哎，去吧。哎，陈少大姐啊，你走得慢一点呀！哎，不，陈草啊，你要就走得快一点，我的心啊，觉得要跳出来了啊！去吧。走了啊！我在前面用脚走，你在后面右手抬上你，当然是你请他了。对，那么我在前面，你到后面来好吗？你喜欢到前面，你就到前面去好了。好，走吧。
陈超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跟上呢？我跟不上啊！哎呀，陈超，我求求你好吗？公道自然是你生的亲啊！本来就是亲嘛。哎，大老爷，今天你就不要去了，你就明天去吧。不，等不得了，等不得了啊！大老爷，你坐在轿子里，有人抬着你，你只要用嘴讲，哪里知道人家走路的辛苦啊！好，那么这样吧，老爷下轿与你一起走，好吗？来，下轿。天底下只会这种无理无度的。什么？我是说，天底下就会有像你这种包公在世的清官。本来是嘛。好了，陈超啊，那么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好，走吧。走，请。怎么啦？大老爷，我的脚痛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走了没有几步路，怎么会脚痛走不动？哎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走不动嘛，就是走不动啊！万一是我一回事两回事的呀。好，那么老爷来午餐里一起走吧。谁要你来我？要知道，我也怎么？所以不去。我倒看出来了，你一为了实脚痛，一为了一时走不动，你是怕我去到相府当面请问小姐，一定是你在耍什么把戏呀、在公堂之上吹天射地，冒人将亲，你是想来欺骗本我骗你做什么？哎，只要你用这八代大将帮我抬回相府，自然有个小姐与你见面。哎呀，你58套了啊！这八代大将那是万岁爷赐予本府带路的。哎，你这一个小丫头怎么说的呀你？小小一个知府算得了什么？比我丫头嘛也大不了多少。哎呀，若58套了啊！丫头经过与知府相提并论，哎呀，荒唐啊！岂不闻在乡家路七品官，你知府嘛是5品，我比你只不过低了嘛2级，那什么崔家子啊！你，大老爷啊，我看这算了，这轿子啊还是娘家他走吧。哎呀，这就没有娘家他走吧。好，就娘的手吧。哎呦，大老爷，这八抬大轿啊，是当今皇上赐给你大老爷抬步的，啥子瓜子下来，小丫头我可吃才不起哦。哎呦，好啦，哎，起
非这项家务。七品官嘛，我只要见得小姐，我是贵恩不轻啊！好了，陈操啊，来请上桥吧。什么陈操啊，董操啊，陈操也是你教的的嘛。好，那我就叫你陈操。大姐，请上桥吧。又怎么了？哎来吧，来呀，明路开堂啊！来呀，明路开堂，来，去吧。在越剧100年的发展历程中，越剧界对于改革和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。而从越剧的传承和创新来看，每一次越剧改革都会为越剧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动力。特别是在艺术思想和艺术观念上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，都使越剧变得更为多样化和包容性。我相信，随着一代代后继人才的崛起，越来越多的创新佳作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，而越剧艺术的精髓也将得到发扬光大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，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。当然，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，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。